還未退休就嚟70歲嘅男士，由太太陪同，昨天晚上到我們辦事處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男士從事司機工作幾十年，年輕時從事私人司機工作，為了節省上下班時間，他從港島市區揸電單車到觀塘上下班，在高風噪環境揸電單車差不多20幾30年，從沒有聽力保護措施。近年聽力衰退，轉換工作揸小巴，替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發現男士左耳耳蓋化，右耳耳網曾經有穿孔，左右耳中重度弱聽，給男士試用我們的 Max 助聽器及16通道 CIC Plus AI 專業助聽器。外出在繁忙的觀塘道試機，兩款助聽器的人聲效果理想，噪音抑制 Max 效果可以，但 CIC Plus 效果更加理想。由於男士工作及心理關係，男士還是選擇了入門級的 Max 助聽器。祝願男士在佩戴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能加強跟太太溝通，工作順利，身體健康。